歡迎收睇 ATV 焦點，我係金玲。第一階段嘅政改諮詢5月3號結束，當局總共收到超過36000份嘅意見書。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表示，目前要喺提委會組成同提名嘅民主程序方面收窄分歧，相信有空間尋求中庸之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更加表明，處理政改喺法律上要做到擊罪揚清，要摒棄不符合基本法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嘅建議，喺不含有公民提名嘅中間路線方案中尋求更多共識。有學者認為，譚志源嘅講法反映咗特區政府好快就會直接否決公民提名方案，而政改諮詢嘅分歧根本都難以收窄，因為一方堅持公民提名，另一方就反駁指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林鄭月娥就表示，將詳細分析收到嘅意見書，為行政長官準備一份全面客觀嘅報告，讓行政長官可以按照政改5部曲嘅程序啟動第一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考慮係咪需要對基本法中行政長官同立法會嘅產生辦法進行修改。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認為，多個團體先後向政府提出方案，而當中唔少方案都認同政府需要符合基本法框架，係正面嘅現象。佢期望無論各界嘅立場有幾大距離，大家都能夠認真商討，凝聚共識。如果大家各走極端，各持己見，普選將冇辦法實現。對於政改話題，我哋已經探討過好多次啦。今日我哋再嚟聽聽名記者 Michael 朱家年觀點啦。今日嘅話題係政改諮詢告一段落，市民應該作出選擇。為期5個月嘅政改諮詢上個星期六告一段落，無數團體、政黨同埋學者提出咗政改方案，但係冇一個能夠喺基本法框架之內獲得足夠支持，保證政改成功。一個成功嘅政改方案必須為大多數香港市民、中央政府、行政長官所接受，亦都需要得到立法會2/3嘅議員通過。呢個係一個艱巨嘅任務。5個月嘅政改諮詢期以嚟，冇一個方案能夠脫穎而出，有望獲得2/3立法會議員嘅支持。咁係咪意味住政改諮詢係浪費時間呢？一啲泛民主派，特別係所謂嘅激進派，相信呢個係一場徹頭徹尾嘅假諮詢，會以假普選告終。但係泛民主陣營中嘅溫和派卻參與咗政改諮詢，並且提出咗各自嘅方案。不出所料，泛民提出嘅方案被特區政府、親建制派同埋中央政府視為不可接受，而親建制派提出嘅方案被泛民視為不可接受。但係呢個喺政治談判中好常見，聰明嘅談判者唔會一開始就暴露自己嘅底線。如果真係想達至妥協，佢哋最後先至會露出底線，以達成一致。如今呢個係香港嘅最大希望。為咗尋找可行嘅政改方案，下一步係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匯報目前為止收集到嘅方案，而特區政府嘅政改方案會喺第2輪諮詢之中向市民公佈。中央政府會考量呢一啲方案。呢個係香港政府無比艱難，但係生死攸關嘅一步。要整合至今為止收到嘅無數觀點，要匯總社會各個階層嘅意見，仲要爭取最終方案能夠令香港市民、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同中央政府接受，成敗在此一舉。如果唔同陣營都能夠接受政府嘅方案，香港最終能夠喺2017年達至普選。如果失敗咗，我哋會返到原點，下一屆行政長官仍然會根據而家不得人心嘅選舉制度產生。香港已經喺好大程度上難以管治，翻返去原點會令情況更加惡化。如果真係咁樣，2017年以後嘅5年甚至更多年，我哋嘅政府仍然唔係民選選出嘅，2017年嘅政改冇達成協議，咁樣原先承諾嘅直選立法會議員亦都會化為泡影。如果最終翻返去原點，2017年下一屆嘅行政長官未必再提出政改議題，到咗香港市民該作決定嘅時候啦。喺未來嘅好長一段時間，究竟想要點樣嘅政改？係妥協定係一無所有呢？ Michael 認為
呢個係香港政府無比艱難，但係生死攸關嘅一步。要整合收到嘅無數觀點，要匯總社會各個階層嘅意見，仲要爭取最終嘅方案能夠令到大家接受。如果失敗咗，我哋會返原點，令到香港社會更加難以管治。究竟香港想要點樣嘅政改呢？係妥協定係一無所有？決定權喺香港人自己手中。對此你又點睇呢？歡迎大家登錄 ATV 焦點節目網站留言，發表你哋嘅意見。大家好，歡迎收睇主播平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係第5次入選咗美國《時代週刊》嘅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名單。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就評價習近平嘅風格穩健而自信，同時又深藏不露，吸引咗世界各個領導人嘅注意啊！由2004年開始，《時代週刊》就每年都會選出100位喺世界範圍內最具有影響力嘅人物。榜單就分為5大類，有領導人、業界巨人、藝術家、先驅者同埋象徵㗎。喺習近平之前，中國領導人包括有毛澤東、胡錦濤、溫家寶等等，都曾經入選過《時代週刊》嘅100人榜單啊！喺2014年領導人嘅榜單之中，除咗習近平之外，美國總統奧巴馬、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總理默克爾、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埋北韓嘅領導人金正恩等等都入選㗎。我哋先嚟睇下網民嘅意見再講啊！習近平入選時代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無疑體現咗西方世界對中國領導人嘅重視，但咁係咪執政能力方面嘅肯定有待商榷。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亦都入選，難道北韓嘅文化軟實力亦都有所提升？習近平的確係具有轉型色彩嘅領導人，但施政嘅效果係點，仲需要拭目以待。習近平入選美國《時代週刊》年度人物，應該視為執政嘅肯定，但係國內反腐敗現象會唔會反彈，仍然未肯定。美國重返亞洲霸權點樣應對？本土經濟點樣維持增長？所有嚴峻嘅問題都係未知之數。我相信中國領導人係唔會被百大人物呢一啲虛名所限禁。時代週刊嘅執行主編就解釋，8大人物係一群用想法、洞察力、行動對民眾產生實際影響力嘅人。值得大家關注嘅係，美國中情局嘅前僱員斯諾登同懷疑被本港僱主虐待嘅任容 Avianna 都入選咗今年嘅8大人物啊！維基解密嘅前發言人博格就評論話，斯諾登係流亡嘅叛逆者，佢係個電腦天才，選擇咗去做正確嘅事，而非可以賺更多錢嘅事業。時代亦都大讚 Avianna 勇敢，敢於企出嚟指控僱主，道出咗數以10萬名喺海外打工嘅外勞嘅苦況，爭取咗當局立法保護傭工嘅利益。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節目，下一次嘅 ATV 焦點再見。